大家好，我係阿耀。中山海柏海悅府呢個項目究竟佢值唔值得買？1.5嘅容積率加3.3米嘅層高，客觀咁幫你睇清楚。如果最近你有留意中山嘅改善型住宅，尤其係想揾一個環境舒服、密度低又唔想住得太逼嘅朋友，今日呢個盤值得同大家認真睇一下。先講結論，我唔會話佢一定抵買，亦唔會話佢一定貴。因為呢個項目目前未正式公布最終售價，而市場上面大家聽到嘅吹風價大概係15,000到18,000左右嘅，所以今日我哋不妨換一個角度。如果你係中山本地改善客，或者你係香港人準備嚟中山置業，我哋用買家嘅角度睇下佢究竟值唔值得呢個價。第一，點解呢個盤主打低密度？海柏海悅府成個項目一期有7棟。2期有2棟，加埋一共9棟樓。最大嘅賣點之一就係佢嘅1.5容積率。大家可能成日聽到低密度3個字，但其實買樓唔可以淨係聽聲宣傳，因為容積率究竟有幾低，最終都要睇返落地之後住落係點嘅。呢個項目比較有意思嘅地方呢，就目前已經可以實地感受到佢嘅整體規劃。小區整體抬高有3米。樓棟主要係小高層產品，平層最高大約13、14層，15、16層主要係頂層複式，而且成個一期只有173戶，車位就有320個。換句話嚟講，車位比例接近1比2嘅。對於本地有車家庭，尤其係改善型客戶，其實呢個配置幾重要下㗎，因為你買到一個大戶型，但係每日返屋企都要兜幾圈先揾到車位。住豪宅嘅體驗感都會打折啦。第二，我認為呢個盤比較有競爭力嘅地方呢係住戶密度。項目全部樓棟都採用專梯專戶，一棟樓大概有20幾戶，即係話你唔會見到一層樓10幾20戶，幾十個人一齊等電梯呢種感覺嘅。對於香港朋友尤其係值得留意㗎，因為香港好多住宅最大嘅問題其實唔係單位本身，而係密度太高，公共空間太逼。如果你由香港過嚟中山退休養老，或者你想由細單位換大單位，我覺得你真正需要追求嘅唔單止係平方米數，更加重要嘅係你每日返到屋企有冇一種真正放鬆落嚟嘅感覺。低密度小住戶、專梯專戶呢啲先係長期居住真正有感覺嘅部分。第三，呢個項目有一個參數，我覺得值得特別講嘅就係3.3米層高。呢個係我認為海柏海悅府比較有辨識度嘅一個地方。因為改善型住宅面積大咗之後，大家會開始追求空間感，但空間感唔單止淨係橫向面積。層高都非常重要嘅，3.3米嘅層高配合大面積戶型，視覺上面咧會更加開揚嘅。而項目樓板亦有做加厚嘅處理，官方資料提到大約有20公分。當然，我哋作為買家唔應該單純因為一個參數就決定買唔買，真正要睇嘅係層高、採光、通風、戶型、尺度。最後落到實際居住嘅體驗感究竟係點？所以呢個盤如果你有興趣，我反而建議大家一定要嚟現場睇，因為有啲嘢咧宣傳冊講嘅再靚，都不如你自己企喺個客廳入邊感受一次。第四，再睇戶型，項目目前主力嘅面積係由145平方開始嘅，其中6棟有176平方，9棟有203平方。其餘主力主要係145平方，145平方其實已經唔係剛需入門產品，而係比較典型嘅改善型面積。更加吸引人嘅就係咧，項目戶型設計入邊有比較多嘅贈送空間。目前資料顯示，145平方個戶型咧，贈送面積大概有59個平方，176平方大概贈送69個平方。所以宣傳上面會講到得房率最高可以去到120%左右。不過呢度我要提醒大家，贈送面積唔等於你買咗59平方嘅產權，有啲係全贈送，有啲係半贈送。實質點樣使用要睇具體戶型，
交付標準以及最終驗收嘅情況。所以香港客戶特別要注意，唔好淨係聽120%嘅得房率就覺得賺咗好多。真正應該睇嘅係佈建面積幾多、產權面積幾多、贈送位置可以點用、交樓之後實際使用嘅效果係點，呢啲先係專業睇樓應該問嘅問題。第五，再講大家最關心嘅問題，價錢。目前項目正式嘅售價未出，但係市場上面嘅吹風價大概係15,000到18,000一平方米嘅啊。如果按照15,000嚟計，145平方戶型咧，總價大概就係217萬左右。所以如果最後真係以呢個價格區間落地，我認為佢已經唔係一個單純講剛需性價比嘅項目，佢更加偏向於改善型、居住型以及對社區品質有要求嘅客戶。尤其預算大概200萬以上，又唔想買到太高密度嘅朋友，可以重點比較一下。但係如果你預算只有100萬左右，我就唔建議你硬追呢個盤啦，因為買樓最怕嘅唔係買貴，而係預算同產品嘅定位唔匹配。第六，再講下周邊環境。買海柏海悅府唔可以淨係睇小區入邊，因為真正決定長期居住嘅體驗感，仲包括交通、商業、教育、醫療以及未來城市嘅界面。呢一帶本身已經有一定嘅居住基礎，周邊亦有其他居住項目咧持續發展緊嘅，所以對於中山本地客嚟睇，呢類產品更適合於本身已經熟悉中山生活圈，又想由剛需或者係普通改善升級嘅家庭。而香港客戶更加需要注意嘅一個問題，你係咪真係會響中山長住？如果你一年只係過嚟住幾十日，咁你可能更加應該考慮交通便利、商圈成熟、酒店式嘅配套嘅項目。但如果你係計劃退休之後過嚟長期住呢，或者一年有大部分嘅時間會留喺中山，咁低密度、大面積社區環境就會變得更加重要啦。第七，小區本身仲有2個配套值得講嘅喎，一個係下沉式會所，面積大概1400平方，層高咧大概有4米，未來會規劃成個小區嘅共享空間，包括私宴廳啦、瑜伽室啦、健身房等等。另外8棟同9棟之間仲規劃有一個1000平方嘅泳池會所，泳池走嘅係度假式嘅感覺。呢啲配套對於改善型住宅嚟講，其實唔係有冇咁簡單，更加重要嘅係住戶夠唔夠少。因為一個500戶、1000戶嘅小區有泳池，大家一齊使用，感覺同一個170幾戶嘅社區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喎。最後，我幫大家做一個比較中立嘅總結。如果你問我海柏海悅府最大嘅優勢係乜嘢，我會講4樣。第一， 1.5 容積率低密度。第二， 3.3 米層高。第三，專梯專戶單棟住戶比較少。第四，大面積戶型加比較高嘅贈送面積。大家可以現場睇到部分規劃同實際嘅環境，而唔係完全靠沙盤去想像。但佢亦有幾個地方，我認為大家必須理性去睇啊。第一個，價錢目前未正式公布。第二，如果最終真係去到15000甚至以上，佢就一定同周邊改善型嘅項目認真比較。第三，大面積嘅戶型意味着總價門檻比較高，所以呢個盤我唔建議大家用貴唔貴呢3個字去判斷嘅，更加應該問自己，我需唔需要低密度？我需唔需要145平方以上嘅空間？我係唔係真係會長期住？我願唔願意為3.3米層高、專梯專戶同低密度容積率埋單？如果呢幾個答案都係咁，海柏海悅府咧值得你認真睇。如果你更加在意嘅係總價、地段成熟度或者係出租回報，咁我反而建議你將附近幾個項目咧一齊比較。買樓唔係揾一個最好嘅盤，而係揾一個最合適你嘅生活方式嘅盤。如果你係香港過嚟中山睇樓，唔熟呢一區，亦唔需要急住落決定嘅。你可以先同我講清楚你嘅預算、家庭人數係自住定係退休用。
我可以按照你嘅實際需求，將海柏可爾夫同附近幾個項目咧逐個對比，唔係你最貴嘅，只幫你揾一個最啱嘅。記得關注KY。